这几天哦，佮继续落大雨，云林高溪、清水溪的顶流因为土石啊放起出现积水湖。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今仔早起嘛去现场了解，通报水尾的相关单位就要注意哦，避免挖进河边。等下天气较好，会来疏通。落几日的雨，造成高溪、草岭川、窟窿山土石震动，结果送起来崩山。清水溪下水头疑似塌造潭仔，民众赶紧通报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，查了后，清水溪桥水位明显下降，开始塌造潭仔，紧急通报下游单位。查询我们的那个水位站的一个监测的一个资料就发现，在清水溪桥的水位站的部分它在20分钟之内水位下降1.2公尺的一个情形。我们研判有淹涉湖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势。由于大地震了后，到即阵得要26年是会造成这回个淹塞湖，因为迄个石头算讲是风化石，日头若拍落，伊就变风化去。这回落的雨嘛落袂少，才会造成。这回淹塞湖。第4河川分署表示，车到透早经过紧急会勘，因为放弃土石挡伫水道阻盖水流，但是并无完全挡掉咧。经过评估，无马上的危险，等待天气转好会进行疏运。另外，第6乡新庄仔的大排当年因为落大雨，水常常涨起来，互农民真艰苦。落差不多1个多小时已经淹成一片汪洋了。淹到最严重的，咱的农水就排不出去，造成咱的农民的损失。包括两岸的这个护岸的一个提高，但是这当中必须要土地的这个征收了那当然，我们开过了几次的这个协调会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土地的这个同意书还没有完全达到共识云林县府表示，新庄大排因为过去只要落大雨，就常常水涨起来，造成农损。目前中央已经同意8.5亿元已经开来整治，但是因为土地征收等等问题也未施工，希望中央、地方甲农民做伙拍拼，完成同意书的签署，才当进行后续大排整治工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